刑事局抓到全台湾上大规模的任天堂 Switch 游戏机改机案哦，一个46岁姓陈的嫌犯，伫网络买改机的晶片，伫面册来广告，一台是收6000块到8000块。伫改机了后，唔免搁买游戏片，啥物拢会当算，嘛已经改850台哦，赚480万。侵权的市场价值是超过1亿。这个嫌犯已经以涉犯著作权法向移送法办。 远警摕到数色票，入去46岁单身犯嫌伫咧花莲的徛街，当场查到拄改机完的电动机仔。刑事局破获全台上大任天堂 Switch 电动机仔改机案，查到盗版的电动上万种，侵权超过1亿。把改机的晶片，把它焊接到原来的机器的主机板上，执行开机的时候，它的那个读取的方式就会绕过主机的检查措施，进而去执行盗版的游戏。 警方表示，单身嫌犯利用面册推销提供 Switch 改机的服务，以一台6000至8000块不等的代价，当日就当完成改机，会当互买的人免费下载上万种的电动来耍。单嫌先伫咧网络买中国製改機晶片，搁再样接伫咧电动機仔主機板頂懸，以無上網的方式來執行盜版的電動。 警方專案小組登記來追蹤，發現單嫌透過宅配公司營業所作為收貨所在，而且當一日完成改機了後，就寄轉去予買的人，刻意製造斷點。犯案的時間有2年，已經賣出850台改裝機。陳嫌他經營的時間長達2年之久，已售出850台的改裝機。 那初估侵權的市值超過新台幣1億元。刑事局強調，單嫌以改機為業，無相關的專業背景，初估不法所得超過480萬塊。立項任天堂已經提出告訴，後續專案會以涉犯著作權法第80條移送花蓮地檢署偵辦。公視新聞台中花蓮報道。